各位，歡迎嚟到水魚遊戲。喺資訊爆炸嘅時代，如果你對網絡陷阱一無所知，你就係下一個被選中嘅水魚。等我換返把正經嘅聲同大家打招呼先。大家好，上年我哋成功用咗沉浸式嘅體驗，令到一班長者學到防騙嘅資訊。今年我哋再接再厲，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舉辦嘅水魚遊戲長幼資訊素養同步日2026。今次活動揾咗一班後生仔做義工，佢哋經由油尖區警民關係組傳授反詐騙嘅專業知識，再由呢一班後生仔度橋，運用數碼共融、網絡防騙同埋私隱保安嘅知識，籌備咗4個唔同嘅個案場景，等一班長者可以投入遊戲，體驗到網絡同埋生活上嘅陷阱，防止受騙。少咗錢都要自己去銀行問。佢哋好似一個偵探角色咁樣，係一個好新嘅體驗。佢哋都話好得意，好好玩。我間房咧係直頭有個都係有個小朋友喺度扮死屍嘅。其實佢哋會見到我哋嘗試去為佢哋做呢啲咁新奇嘅嘢咧，佢哋都好投入到咯。其實我哋呢個咧係一個感情騙案啦，可伯啦，網上識咗一個阿欣啦，阿欣就用唔同嘅理由啦，去叫佢去俾錢佢啦，咁然後就令到受害者咧就有好多唔同嘅錢財嘅蒙失啦，好多唔同嘅證據啊或者線索咧係有製作嘅。咁我哋呢啲部分就有用 AI 啦去將一啲嘅圖片出嚟啦，去還原嗰個事情嘅像真度啦，令到長者咧係真係好似自己下緊案咁樣咯。普通嗰啲旅行社騙案，我認為係即係嗰啲低價氹你啦。但係而家我發現唔同嘅係，佢哋會整啲假網站啊，同埋用啲可能 AI 模擬聲音嗰啲咧去氹你去報旅行團咯。要做個騙徒都係一個好唔簡單嘅事，要用佢日常生活嘅習慣，然後去整翻一個遊戲俾翻啲長者去玩。我哋利用 AI 去整咗一個假嘅藥廠網站，去進行呢個俾長者試驗呢個詐騙嘅。用一個玩嘅方法，可以令到長者去投入去，令到佢明白到底而家啲騙徒係點樣。比起講古仔，我覺得更加認為係俾佢哋親身體驗，因為有啲嘢唔體驗就唔知道有幾慘。青年會一向都好重視青年人嘅創意，同埋以致到佢嘅創意能夠實踐喺個服務當中。社會上有好多嘅騙案係值得我哋關注，所以今次我哋有幸能夠繼續同警方合作，去推動呢啲防騙教育，運用青年人本身嘅創意，將佢化成一啲嘅偵探，或者有啲追緝性嘅一啲嘅故事。我今日見到一個好美麗嘅畫面，班長者非常欣賞年輕人嘅創意，年輕人亦都關心長者佢嘅需要，所以透過今日呢個活動我諗嗰個跨代共融或者跨代連結嘅信息能夠好清晰帶到出嚟。今次長幼資訊素養同步日相當之成功，而新界南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同埋沙田警區嘅警員喺遊戲後提供講座，提高大家嘅防騙意識。因為以往嘅防騙宣傳都係靠一啲講座去或者係啲傳單啊 poster 去宣傳，咁但係好難得今次睇到 YMCA 嘅花咗好多心機去做一啲以遊戲形式去到做一啲防騙宣傳，令到啲長者可以深深咁感受。透過今次活動啦，睇到好多年青人嗰啲創意啦，由遊戲當中帶出一啲貼地嘅題材啊，一啲 scenario 一啲情景嘅分享啦，令到啲長者咧，除咗喺一般嘅字體上或者片段上嘅分享之外咧，亦都有啲互動形式，有啲學習嘅意義，咁啊，你非常之好。唔想做水魚。